来关心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来台湾访问，有甲3个总统参选人见面，7集已经登记美国咯。AIT 的处长孙小雅是表示讲，伊家己甲3位参选人嘛拢有互动，嘛拢真介意哦。因3个人嘛拢有表达讲要甲对话对话意愿，美国嘛绝对拢支持。 以控制住总统大选，纳入被参选人在两岸议题当中继续出招。面对提悬的选情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上节目时阵表示，家己甲3位参选人拢过真侪摆互动，美方绝对支持3人想要甲对话对话意愿。But I have heard all 3 parties talk about a desire to communicate. They've fashioned it sort of from different angles. But it seems to be a common goal, and it's certainly one that we would support. 孙晓雅表示，明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并未影响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承诺，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。伊也无认为台湾甲中国关系是零和赛局，不过爱行出家己的路。Obviously, Taiwan needs to chart its own path in its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straits. It is a geopolitically challenging path to chart, but it's o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upport Taiwan. 讲到国防安全，民进党主席袁熙11日出席众青论坛，表示台湾强项第一步是自信战，盟军第优先应瘫痪敌方所有网络，第2步则是飞弹，最后则是定力。要按照敌军的角度来做我方的准备。第一条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做 资讯作战的准备，所以我倒讲，如果来做网军会第一优先的。无清朝办公室回应，欧盟在对等尊严前提之下进行对话，化解两岸分歧，互双方有更加侪交流。侯友宜办公室是指出，在遵守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岸对等的前提之下，会为务实面展开交流，化解紧张的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